讲清明无等于厝无祖，刷来清明备忘疫情敢会烧话。桃园盐五米公司，逐年拢有8到千个后代子孙仔为规世界各地来倒来备忘地纸。今年因为疫情影响，备忘的方式可能和往年无同款，都要等到新历3月15开宗亲会才会决定。即马先呼吁宗亲都要挂嘴烟来备忘。另外，市长郑文灿嘛建议会当提早备忘，取消联合法会，安尼就用个降低烧话风险。 合唱拢过夜休拜拜，现场大人囡仔加起来拢总有8000人，这是桃园新屋的夜市祖师。今仔到清明节，全台湾各地子孙拢会回来，含伫美国甲巴西宗亲嘛会回来拜拜。不过因为疫情的影响，今年的清明节制作的方式恐惊会调整，要安怎改爱等到3月15宗亲开会才会当确定。没有延期了，宣导为大家要戴口罩，还有我们3月15号要开会来决定祭祖的村市要怎么来改变一下。宗亲烦恼为世界各地回来子孙，若是做伙去为着梅毒，代志就大条啊！敢若会当先加强宣传防疫，卖配合市政府的规定。啊，若其他的民众4月清明祭祖，市长安怎讲？提早3月份就整理好，让民众可以提早去扫墓。那把时间延长到大概1个月左右，联合法会就停止。我们其实让大家简单的祭拜。业界制作仪式已经真做一个传统啊，今麦拄着肺炎的疫情，市政府甲宗亲会双方搁伫咧协调，要想一个上好的办法出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